各位旅客大家好，我是机长富贵啊。今晚阮的空姐要替大家点餐哦，请大家坐好势，多谢。加分！加分！加分！好，大家较认真的哈。在飞行机顶面要保持安静，好不好？小姐，我拜托要，请问敢会食饭啊？啊，这位先生，麻烦你稍等下，我2米就来。还是啊，我这是商务舱的，优先。爸，你无了解，商务舱的空姐无同款，拢较资深较厉害啊。你莫啰嗦啦，这敢若我一个。这位先生，请问你今日想要食烤鸡还是牛排？我拢食牛排较多啦。好互我一杯香槟。无问题。来，你豆豆用哈。哦，谢谢。嘿，这位先生，今日想要食啥我想要食烘鸡，还有气泡水 （sparkling water）。 ？No problem。哦，小姐，口碑也袂歹呢吼。多谢。做偌久啊？我今日头一天上班，头一届为你服务。那有可能啦，你足专业呢。哇，你身材较水，身材较好，搁较少嘞。你结婚还未啊？卖哈，这一看就知要甲你拍，你搁讲这甲伊开讲，紧来啦，巴肚照腰的啦，来。请你豆豆用哈。来，这位先生，请问你想要食啥？我要牛排甲香槟 champagne。真歹势啊！阮经济舱哦，今日有鸡肉甲鱼肉，饮料有果汁、茶，还有咖啡啦。哦，我要伫牛排甲 champagne。这位先生，你若是感觉无满意哦，你会当较拍拼趁钱咧，坐商务舱，安尼我就会当用同款的方式来为你服务啊。我不爱食。无要紧啦，你小考虑一下哈，等你想好再甲我讲，多谢。来，这位小姐想要食啥？我要爱鸡肉，我爱4份哦。我这阵哦，我都摇瘦酸啊，歹势啦，因为这餐点的数量哦，拢是拄啊好的，我先互你1份，等下有加，我再搁提互你，好吧？哦，好啦。什么哦好啦，你什么来 OK？ 4份就是4份，免减的啊。我爱4份啊！安尼就对啊。这是血歹势啊，这位先生你袂当安尼坐啦，你安尼影响到其他的人客。人你到边也无人坐啊？我想买儿童餐。好，妹妹你稍等一下，我等下提互你哈。小姐，迄物件来去拜托甲我扣者，甲我扣个手机。好。哎，小姐，我电话要食泡面。小姐，加个好友啦，加好友啦。小姐，你叫头前卖为后壁倒啦小姐，我要扑克牌，还有那个耳机。今日我生日，跟我说那不好。小姐，你是奥 K 专机哦？我是奥 K， 要么你是空姐。空姐，我就是头壳空空，这吹来做人客啦，我不爱啦。妈，不是英文的问题，嘛不是年岁的问题，拢是我家己的问题，我就是无适合做空姐啦。哎呀，毋对啦，做服务业吼，甲伫咧厝的确实是无共款。伫咧厝的吼，你使性地当然嘛是 OK，no problem。毋过你若是对人客使性地，迄就是1颗星星加投诉文。对啦，莫勉强家己哈，归去放弃，莫靠啥物空姐啦。就是较免吼，到时阵你学袂使性地，佫会互你的公司吼造成困扰哦。无做空姐，咱身躯嘛袂减一块吧？恁两人即摆是安怎？看我无，拄着一点仔困难，都要叫我放弃。无啊，这拄则家己讲的啊。嘿啊，
承认家己的个性，嘛毋是啥物见笑的代志啊。